究竟如果可以俾你住喺全香港排名第3名多有錢人嘅港島南區，而你去翻地鐵站只係需要分零鐘嘅時間，幾分鐘就可以去到港島 CBD， 呢一個係咩體驗呢？啥情況？要買港島嘅南區又唔係下下都係話要幾千萬或者1、2個小目標嘅別墅嘅，喺港島嘅南區有豪宅俾你揀之餘咧，亦都有好多嘅上車盤可以俾你選擇㗎。而且我哋項目咧，除咗可以望到香港仔避風塘一帶充滿煙火氣嘅海景之外咧，我哋行開地鐵站咧都係分零鐘嘅時間嘅啫。一個站咧就可以去到呢個港島南嘅 CBD 黃竹坑50萬尺嘅大型商場，3個站咧可以直達翻到金融財政嘅商業區金鐘添啊，4個站咧仲可以去埋呢個中環、尖沙咀同埋呢個灣仔區呢啲咁核心嘅區域。而理工大學嘅同學仔要留意啦，喺我哋呢度咧5個站仲可以去埋呢個紅磡站添啊，翻工同埋翻學都非常地方便啦。而且雖然咧我哋嘅項目唔係幾千萬甚至乎1、2個億嘅豪宅別墅，但我哋一樣可以擁有豪宅區嘅18項目喎。聖保祿啦、聖士提反、嘉諾撒、康鼎、雲立同埋大量嘅國際學校全部都係近在咫尺啊！請問咁多位爸爸媽媽心唔心動咧？而且最緊要嘅咧就係我哋發展商提供咗一個3年淨係俾息口唔使俾本金嘅按揭俾你添，無論你收租啦或者資金周轉都一定可以帶到俾你非常之大嘅幫助啊！如果想要更加詳盡嘅資料咧，歡迎喺評論區或者後台111Kenny會將資料極速送上啊！究竟位於理工站旁邊我哋嘅元朗究竟有幾正？即刻跟 Kenny 鏡頭去睇一睇。相信有留意香港房產嘅朋友咧，一定有聽過元朗呢一個項目噶啦。我哋開咗現樓嘅同時咧，所有單位都可以俾你參觀，包括會有呢個一項啦，同埋開放式單位，而且景觀亦都有啲唔同喎。第一間我哋會先睇間317尺靚海景嘅一房單位，跟我入嚟望望先。左手邊位置發展商已經幫你標配咗 Samsung 拍卡指紋再加密碼門鎖之餘咧，邊入門口位置冇晒導鑊幫你做啲入場櫃啦，而且最細心嘅咧就係我哋內置咗個換鞋燈啊。平時我哋出入嘅話喺度換鞋咧，相當地方便啊。過嚟浴室望一望先，浴室咧我哋做咗企缸乾濕分離，整個環境感覺空間咧都係一個好家庭式好柔和嘅感覺嚟噶，而且做咗雙邊嘅大鏡櫃啦，而且呢個鏡櫃咧非常之細心，仲可以掛埋風筒添，相當地貼心啊！而且下邊呢個儲物量空間亦都相當地大，我好肯定將我嘅秘書擺埋入去都完全冇問題啊！你這個糟老頭子壞得很。如果你唔係經常招呼朋友仔過嚟嘅話咧，平時咧如果夜晚要去洗手間咧，我哋仲有一隻趟門咧可以直入我哋主人房嘅。而我哋整間主人房空間咧相當寬闊喎，4張床4隻衣櫃完全冇問題。但係留意翻3.15米嘅樓底，睇你會唔會調配翻一個咧地台咧做翻榻榻米會更加實用啊！而且我哋嘅主人房咧做一個大 L 型嘅採光面啦，我哋整個香港仔避風塘一帶嘅完善嘅河景啦，再加呢個香港仔郊野公園、薄扶林郊野公園，沿住呢一邊嚟去到收灣都完全一覽無遺啊！到我哋客飯廳嘅部分，大家感唔感受到啊？3.6米嘅長度，3.3米嘅闊度，再加3.15米嘅樓底，再攞埋出邊一個咁靚嘅海景咧，成件事引景入室，相當地震撼啊！而我哋廚房咧做咗入牆式嘅廚房設計啦，我哋入邊所用嘅廚房電器品牌全部都係法國皇室頂級嘅 DD 出嘅微波爐啦、雪櫃啦、抽氣扇啦、洗衣機全部一應俱全，而且我哋仲有埋3邊嘅對流窗。如果喺我哋呢個單位打風起上嚟嘅時間，你開晒窗咧，呢個單位咧一定會形成個龍捲風添啊！最令我震驚嘅咧就係一個300零尺嘅單位，竟然可以俾到一個只